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0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美国众议院18通过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弹劾案，会送参议院来做审判。也毋过外界认为因为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所以川普方罢免的机会恐惊会大事化小毋过川普嘛正做是美国头一位方弹劾，佮要竞选连任的总统。Today, as Speaker of the House, I solemnly and sadly open the debate on the impeachme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we do not act now, we would be derelict in our duty. It is tragic that the President's reckless actions make impeachment necessary. He gave us no choice. 美国众议院18日在议长佩洛西的演讲了后，两党议员进行10点钟的大辩论。全议表决是拖到暗时8点半才举行。指控总统川普滥用职权甲妨碍国会调查两项弹劾条文，就如外界所预期的，在民主党占多数的情形下全部过关。川普正在第17任总统安德鲁·强森甲第42任总统克林顿了后，史上第3位被弹劾的国家元首。And history books will record it, and the people will know why we impeached. It's all very simple. No one's above the law, not our commander-in-chief, not our president. House made a partisan political decision to impeach. I would anticipate we will have a largely partisan outcome in the Senate. I'm not impartial about this at all. 案件伫1月要送参议院启动弹劾审判，到时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兹会做主审，100位参议员就是大陪审团，众议院选出代表会扮演检方的角色，将川普的法律团队做庭审。规个过程短16天，相当有可能拖到6礼拜。这个审判庭事正定的参议多数党领袖麦康诺讲，美国增加证人会速审速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伫澳门出席澳门主权移转中国20周年晚会，伊伫致辞时是一直学了一国两制伫澳门的成就。伊甲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见面的时阵，嘛是学了讲，伊处理香港反送中运动是有勇气、有担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到出席澳门主权转移中国20周年，致辞时强调，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有历史性的成就，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因为一国两制方针的全面贯彻。澳门前途命运同祖国紧密相连，秉持强烈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怀，将爱国和爱澳合而为一。伊个学了澳门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才能让澳门的一国两制出现真侪优点。包容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声明：家和万事兴，和气致祥，讲团结，重协商，不争拗，不内耗，自觉抵制外来的各种干扰。习近平甲澳门国家领事见面的时阵，上伫西岛啊唱出精彩大戏来讲澳门。来说港珠澳大桥来。大桥多长时间？1个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甲港府官员嘛来澳门，准备出席20个庆祝仪式。不离个为了迎接习近平，澳门全新改编，除了装1620个天价录影，搁有50台后台人面分辨。不过澳门即卖法定无包括执行人面分辨，嘛引发社会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今2礼拜特别跨年咯，台北101宴会嘛公布模拟的动画，今年会放300秒。另外，台北捷运嘛会连续42点钟营运。今年较特别的是，因为暗会舞台比以早大1倍半，所以道路管制的时间会延长。放烟火煞来趁就好，这是迎接2020年的台北101烟火秀。这摆烟火秀总长共款300秒。一万6000个烟火陪大家斗阵下年，因为今年下年暗会舞台规模是比往年较大1.5倍，交通管制提早到23就开始了。跟往年大概应该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今年的舞台设计是比较大，所以管制的时间呢是较往年呢提早了2天。往年大概都是12月25号在
市政府前面逐步的做一些交通管制，要搭设舞台。那今年是特别提前到这个12月23号。配合暗会起舞台甲跳舞台，20早9点开始，一直到明年1月初2 7点为止。台北市周边道路会进行交管，那台北节温马上往例，为12月31透早6点开始，到2020年1月初1暗时12点，连续因温42点钟无休困。台北102世贸站甲市政府站，预计伫下年暗时9点半了后，会看车站人的状况，采部分列车过站无停。另外，台北捷运市府站运站，将为12月31暗时7点开始实施交通管制，一直到元旦透早4点40分恢复正常。管制期间，无开放民众入来坐车。另外，管制区内各个客运站嘛取消停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朝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报纸新闻，先来看《澎哥日报》副总统候选人的职人是政见发表会，今仔暗时举行，公司13台会转播。赖清德、张善政佮吴湘3个人同台，3个定也是拢表示主要是来补充总统候选人的政见说明。再来看《自由时报》，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到12月17为止，各有110万台的汽机车还未达今年度的汽车燃料费。今日在是呼吁讲，补赖期限会到12月31，过期无力，会罚款300块到3000块，所以记得赶紧去啦。再来看《联合报》，食药署是公布讲，今年5月份到7月份饭店基早，查到云山饭店、国宾甲金华等真侪间真出名的5星级的饭店，餐厅的材料有过期，依照是案发已经开出6万到30万的罚单。再来看台南市私立的中营中学，之前学校是减老师的薪水哦，即马又搁传出讲嫌薪水拢发袂出来，学校是讲因为资金周转有困难，教育部嘛已经派人去调查咯。今年8月闹出减薪水风波的台南私立中营中学，校方甲教师会才拄协商出，教师先甲学术研究会90%借予学校，平均大家人减薪2到3万，但是18号搁逼出校方发袂出12月甲明年1月的薪水，教师会出面呼吁校方要赶紧处理。跟校长是说明了目前学校在资金运转的调度部分，那在资金没有到位之前，那事实上有可能会在12月跟1月的部分薪资发不出来。那学校一定会尽全力，寻求各方的协助，尽速将资金到位，那能够处分的校产，也希望能够顺利，可以完成。对。校史超过100年的中营中学，于1885年创建，嘛是英国基督长老教会创办的全台第一间中学。厉害的校友是各界拢有，但是嘛挡袂过少惊吓冲击。教育部各教师的人员下晡去学校视察，双方关门会议。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嘛讲，中营中学毋是办学办无好，是经营投资方向有问题，应该赶紧找出问题，才会当较紧解决薪水的问题，互教职员甲家长有信心。对于董事会我们要求目前9月份新任的董事长要行使他的一个职权，就是先去筹措经费来解决这个欠薪的问题。会爆发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今天才产生之前的一个财务的一个状况，还有收支预算的部分他们要去追究前任的一个责任。台南市长黄伟哲嘛讲，虽然高中无规市府管，但是教育局嘛会积极深入了解。劳工局嘛会当了解老师的工作权，呼吁董事会应该进一步了解学校的财务问题，希望透过各界介入，唔让囡仔受教权得到保障，嘛维护教师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政治新闻国民党有风声讲，因手中有蔡英文甲中国高层互动的证据。赖清德是讲有证据就要赶紧摕出来。针对总统政见发表会，赖清德嘛讲韩国事拢无讲到半项的证件，实在真可惜。总统蔡英文在结束电视政见会了后，19出席音响展，也佮和台北市长郭文哲险险做伙共台。因为郭文哲最近一直在批评民进党，只可惜两个人大好小相心。我也要特别感谢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一直扮演着我们政府跟业者的双方最好的桥梁，也带领着整个产业不断的成长。
政见会了后，蔡总统出席活动，敢若讲主题无去讲到近来新闻。那大选特别高啊，副手赖清德除了骨力伫咧替立委候选人辅选，也出席 AI 人工智慧高峰会，讲起科技产业的愿望，有科技界的选票。三战交打愈拍愈烈，对18电视政见会，赖清德是恶老蔡英文伫咧守护自由，抑个民主的表现。不过批评韩国瑜政见是讲无几项。20个副总统电视政见会，赖清德讲伊的豪华表现。那最近传出国民党手头有蔡英文抑个中国高层互动的证据，赖清德抑个民进党主席倒用台龙呛讲有证据就杀出来。我想这应该是选举语言呐。那如果真的有的话，他应该老早就公布了，不会留到现在这个时候。昨天辩论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啊，但是也没有嘛，哈。那如果是韩市长还有其他的这个证据，或者说其他的国民党员还有其他的证据，请他告诉我们，是不是韩市长进中联办的时候人家告诉他的，不然他怎么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呢？所以一切的事情不要在选前故弄玄虚。那蔡英文伫咧18已经捌强调，1998年航海机会前董事长高金富捌去过中国一摆，选举特别高啊，两岸的问题牵动台湾的政治，也互压力愈战愈激。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大选已经剩无到1个月哦，所有的候选人拢真拼。来看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昨伊是伫中华做势哦。另外，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嘛开记者会，除了批评民进党，嘛针对台人指控讲韩国瑜捌互拐过的代志，去台北地检署提出告诉。甲中华馆长王惠美到电视面也试食在地农特产品。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到中华莅临，甲青年农民展开座谈，也推出农业政策，鼓励青农务农。现在很多什么物联网了哈，刚才我们廖总干事讲到，空拍机了哈，等等等的哈，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用。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城乡规划，把乡村的这个居住环境弄到好。提出政策以外，张善政也学了韩国瑜的政见发表会表现真好。只有家己的在20号，甲民进党赖清德甲亲民党的议长来辩论。张善政认为口才好歹不是重点，而是爱看政策内容。离选举逼近，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阵营出动首位发言人召开记者会，先反击蔡英文这期的高级主体案件甲规避案，伊个对台联指控韩国瑜在少年时有坐家，也接受感化教育，严厉反击指控。针对台联党主席刘一德先生，为了拉抬自己选情，恶意散布不实的言论，宣称谎称韩市长曾经在少年时期有犯罪坐牢这件事情，去提出刑事告诉。就在民进党所讲的爱提出名单中被点名的国民党无分区立委被提名人王思怀接受广播专访，讲家己无提出无分区是为了国民党。我今天相忍为党，为的是什么？如果我现在自己退出了，中选会国民党的不分区就少一席，变成30席。第二个，往后的4年就没有军系立委了。另外，该传出吴思怀捌出席对话活动，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话。吴思怀也澄清是临时通知参加，无了解是什么人主持。其有国际礼貌，所以留伫现场，无想到会被半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昨透早是去新竹科学园区参访哦。宋楚瑜讲，伊伫咧做省长的时阵，捌来过竹科80几遍哦，知影科学园区的重要性。台湾目前是拄着真侪困难，伊认为政府爱替产业界来解决问题。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19号来到新竹科学园区，甲科技界进行交流。宋楚瑜表示，家己做省长，迄个时阵帮科学园区解决不少水电上的问题。回一党批评对手蔡英文面对台湾产业误缺的问题，无法度提出解决的方法。五缺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政府对这个5个重大的问题没有好好的去解决，缺水、缺电。缺我们的人才，缺劳力，但是最重要的是缺乏一个政府的整合的能力。明日的亲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的联电农业副董事长宣明志，一透早来到现场，指出无论是哪一位总统候选人来到新竹科学园区，拢欢迎。总统候选人呢，不管是这个蔡总统和韩市长呢，他都关心园区的发展。那宋先生呢，也希望说他在这个竞选期间和将来呢，
还有他的亲民党呢，能够多了解一下园区的情形。为什么我说我只要做一任？4年当中，台湾如果不能够好好把问题去解决的话，台湾的未来的年轻人不会有好的前途。新竹科学园区是台湾经济上重要的所在，大家政党候选人拢唔敢轻忽这地，然后拢来到新竹科学园区进行拜访，希望会使寻求科技人的支持。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再来，再来看台湾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针对总统候选人的电视政见发表会伊是讲蔡英文嘛是真爱讲政治做了真好，伊嘛靠说韩国瑜唔通搁喷政治吹烂。大声唱竞选主题曲，台湾民众党区协甲部分区立委候选人做伙港台，表现出少年活力甲团结气势，体现落来台湾大众行宽岛活动的热场。是台北市长嘛是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嘛亲身来参加这个活动。若是针对总统候选人第一场电视政见会，外界认为讲总统蔡英文即马讲的话变甲真有攻击性。郭文哲是批评讲，敢若讲话嘛是无效，还是要甲政策做好。变成刺猬没有用啊，那这个还是一样的哦。该做的事要做了，当然不是说完全一无是处了，但是就说总是没有达到人民的期望。针对迄落岛联盟发言人刘君如18用新闻稿甲人民册表消息讲，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林金昌2014年替郭文哲辅选的时阵，伫咧郭文哲当选台北市长了后，捌摕市长联会发票，爱郭文哲办公室甲2200万交出来，而且家己甲小处理掉。啊，毋过针对这个代志，郭文哲是否认。我说那个消息一定不太正确的。第一点哦，蔡壁如2014完全没有参与了，因为他根本是我们要上任前几天才台大院被我找来。第二点哦，林锦昌从来没有在管钱的，所以更不可能我林锦昌拿什么账单来。林金昌嘛发表声明表示，迄落岛联盟完全违背事实，因为牵涉到个人名句，还有文总的形象，而且律师正式提出告诉，嘛呼吁外界停止选举的操作。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天气哦，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佮加上吹南风，今仔台湾的天顶会形成一个较大范围的云雨区。做伙来看上新的云图，今仔是继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所以北台湾是变甲又佮湿又佮凉冷哦。中部以北哦，温度上低只有14度到15度。今仔透早温度上低是出现伫新北市石门的富贵角，只有14.2度，其他地区哦拢有17度到20度，中南部日时甲暗时温度会差真济哦。今仔北部、东部佮有外岛地区拢会落雨，下晡水汽会较济。气象局嘛已经针对北北基佮宜兰来发布大雨特报。明仔载日时哦，雨就会豆豆啊停哦，会回温哦。也毋过后日东北季风又佮会增强，所以中部以北上低温度只有14度。天气变化是真大，所以观众朋友哦，就爱特别注意。再来看澳洲哦，伫12月17温度是降到41度，是创有史以来温度上悬的纪录。也毋过即马伫澳洲，因为温度悬，佮有旋风哦，所以澳洲伫真侪所在哦，像那是一直火烧。当地政府嘛已经宣布有部分的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爱民众注意。澳洲气象局宣布，当地17日气温降到摄氏40.9度，超过2013年40.3度的纪录，变做西元1910年澳洲气象纪录以来上热的一天。澳洲这波小影是受到印度洋海水表面温度不稳定所造成的。预计19日气温可能会创新高，佮加上时速要到100公里的强风，嘛互当地森林野火无法度控制。19透早，雪梨气候有度无一的风皮烟也打掉咧，真有名的地漂雪梨歌剧院敢若会当小看出伊的外形。新南威尔斯县因为还佫有加百火灾现场伫咧烧，超过半数的火势拢无法度控制，佮加上高温透大风的关系，地属新南威尔斯县19佫一届宣布进入7天的紧急状态。New South Wales will be in a state of emergency from today for the next 7 days. As you are aware, this is the second state of emergency we've declared since the fires commenced in July. 澳洲的森林大火已经烧几个月，造成6个人死亡，700栋厝起用烧害，烧掉约300万公顷的土地，差不多是台湾本岛的面积。澳洲政府目前有1000个消防员进行拍火的工作，预计19个500个居民需要进行撤离。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新市的大排水沟哦，伫顶个月开始有人看到一只1公尺长的蛞蝓，也毋过消防队无抓到。专家是讲哦，蛞蝓看到人就会闪哦，嘛袂去主动来攻击人，所以市政府讲哦会赶紧来处理。伫咧这白白落落的垃圾水内面，有看到一只敢若是蛞蝓的动物，无过看到伊游到河边，阁爬起来，真正是1公尺长的蛞蝓。这是台南新市大排，民众感觉奇怪。水只垃圾阁有粪扫，哪有蛞蝓伫内面？最近1个月一直有人看到，会很压抑啊！就是这个水沟里面居然会有鳄鱼，还看起来还蛮大只的。觉得会不会害怕？应该是不会吧，因为爬不上来，蛮高的。民众讲蛞蝓伫大排内面至少超过1个月。专家讲，这只蛞蝓是眼镜凯门鳄，较容易被惊到，无啥可能主动攻击人。当地环境无好，这嘛阁是当面期，若无赶紧该救出来，恐惊会死。它这种鳄鱼，它看到人就跑，它很胆小，除了你去抓它的时候，才有可能会被咬。蛞蝓专家讲，台南大排附近无蛞蝓场，有可能是民众无想要吃乱放，或者是家己造出来。它的活动力还蛮强的，那我们在上面作业的时候呢，就已经惊动了它，所以它呢就很迅速的往草丛里面去奔跑了，所以我们也再找不到它这样。消防队讲，接到通报了，有到现场采楼梯落去抓，不过蛞蝓爬入去草坡仔内面无抓到。市府讲会找专业人士斗3工，赶紧将蛞蝓刷到适合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昨透早8点47分，台东富港到北湖发生火车食电的电线落来，所以造成火车停驶。到下晡1点40多分才重新来通车哦，影响到11000多名的旅客。而且哦，这款的情形今年嘛已经是发生第5摆了。目前富冈北湖区间电车线掉落影响，南下北上双线均有延误，请您搭乘其他交通工具，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早起8点外，台铁在富港到北湖站区间发生电车线落去，造成西部干线慢分，杨梅到北湖中间双线未通。台铁启动1级的应变小组紧急修理，早起在新铁车站大厅，旅客伫站内排队等待列车恢复通车。那火车都可以开，是不是？火车现在有对开车时间未定，南下的，所以都停住。这班车不会到新北。为什么都晚了？电车线故障，所以所有车都被卡住。桃园杨梅车站大受影响，站务人员举着看板引导，台铁站杨梅站到湖口站调客运车予旅客坐。事故地点是伫富港站的南边，富港站的快道线登去了后，造成列车经过时阵，加电车线设备给扭登去。事故真正原因还在调查嘛？我们现在看得到是吉林宫一故障以后，它那个吉林宫会一路往南嘛，一直进到新富站，会沿线会打掉一些电车线的设备。台铁抢修了后，在下晡1点40分恢复双线通车，这摆总共影响47班列车，11000名旅客。其实今年台铁电车线登去，列车5点定定发生，对8月永康到台南站，9月2站电车线受损害断电。上严重的是在月初发生在花莲和平站，电车线全部救登去，影响29000人。敢若是今年总共就发生5站电车线登去受到损害，而造成5点。台铁讲运安处已经到现场修正调查，详细原因依然在调查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的新闻，咱来看英国国会昨开始开会，伊丽莎白二世伫国会开始之前嘛发表演说，女王演说一开始就讲哦，政府上优先的任务就是要让英国伫明年的10月31脱欧。Close the door. It's Blackrod. 英国国会伫英国19开机，代表女王的王冠团练官，扣下院关殿门关，弄门晒了后才当入去。团练下院议员去上议院，听女王发表演说，也就是故作地数，首相强生嘛伫对我。拄伫国会选赢伊，表情看起来真轻松。女王演说一开始就讲，明年1月31会脱欧。My Lords and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My government's priority is to deliver the United Kingdom's departur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31st of January.
女王嘛宣布改革计划，包括对全民健保 NHS 投入更侪资金，以便正式采用积分制。这是女王9礼拜以来第2摆发表古早地书，顶一摆是10月14。古早地书毋是女王写的，是由执政的保守党写的，向看做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然后国会就正式开机。按照大选中输给工党所认为强盛的政策变无望。In this Queen's speech, the government has tried to mimic some of the priorities and, interestingly, much of the language of Labour policies, but without the substance. If there was one resounding lesson of this election campaign, one message I heard in every corner of these islands. It's not just that the British people want their government to get Brexit done, though they do. They want to move politics on and move the country on. 强生对工党积极轻松回应，对苏格兰民族党议员批评伊鼓吹苏格兰举办独立公投，一直耍手机，向议员口说无礼貌。支持留后的苏格兰民族党在大选中摕到48席。党主席史特金已经表态，明年支持苏格兰第2摆独立公投，买好支持脱欧的强生政府领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欧洲议会举行今年的沙卡洛夫人权奖的颁奖典礼哦，得奖的是和中国判无期徒刑的新疆维吾尔族的学者土赫提哦。目前伊人搁伫中国封关起来，是由伊的查囝来帮伊领奖。土赫提的查某囝摕老爸相片领奖。2019年欧洲议会沙卡洛夫人权奖10月伫法国举行颁奖典礼，领奖的人是中国新疆维吾尔学者土赫提。但是因为去互中国关起来，无法度出席，由查某囝代表领奖。伊表示，中国最后一遍允准伊去看老爸是2017年，了后就无法度搁知影老爸的情况。伊呼吁各界做伙，替互中国迫害维吾尔人发声。Do you see a problem with the wa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treating Uyghur people? If you see a problem, please work towards a solution. To the members of parliament, use your laws to hold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ccountable. To businesses, don't be complicit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ecution of the Uyghur people. This is not about fighting China. This is about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土赫提1969年伫新疆出世，伊捌担任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创办关心维吾尔人人权网络媒体。2014年，互新疆法院以分裂国家的罪名判无期徒刑，引发国际社会甲人权组织批评。10月，欧洲议会宣布颁奖予土赫提的时阵，中国官员捌强烈反对，批评欧洲议会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而且指控土赫提是恐怖分子。在为期2天的庭师一直做的是无罪辩护，把维吾尔族的声音传达给政府，促进维汉交流。就是说，你觉得你应该还有知情权，对，探索权，对，他这些没有不违法，跟分裂没有关系。另外，欧洲议会有真侪议员呼吁欧盟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实施制裁。欧盟外长波瑞尔10日暗时表示，会推动相关立法。波瑞尔计划根据美国的马尼茨基法制定类似的版本。美国捌真侪遍使用这个法制裁侵犯人权的数十名外籍人士，冻结资产，而且禁止因入境美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全世界拢为连锁麦当劳哦，互抗议讲工作环境无友善。伫秘鲁15日就发生2名员工去互电着死亡的意外。No fue un accidente, no fue un hecho aislado. Es este sistema que no está de nuestro lado. 秘鲁全境29间麦当劳分店全部暂停营业，一直到完成安检为止。有来定美洲所有麦当劳营运权的阿克多斯多纳多斯控股公司，原本敢若宣布暂停营业2天，薪水照发，但是即马进一步延长暂停的期限。暂停营业的原因是因为利马自由部落区一间麦当劳分店，15发生一个18岁甲一个19岁的员工。在拼厨房的时阵，互电着死亡。检讨单位已经开始调查，同时嘛有其他分店的员工出面抗议，要求麦当劳改善工作环境。Estamos conmovidas por lo que ha pasado con estas personas, con esos trabajadores mal llamados por la empresa colaboradores, que han fallecido en circunstancias de absoluta irresponsabilidad. 这寡抗议者佮讲，伫麦当劳无欢喜的工作经验。包含上班的时阵无安全、薪水伤少，佮有无领到工资。对这寡指控，麦当劳拢无回应。伫美国芝加哥，17个麦当劳员工联合提告，佮麦当劳甲部分旗下加盟店敢若顾趁钱，无顾员工的人身安全。McDonald's for putting workers and customers' lives at risk every day.
On average, more than 300 911 calls come out of a McDonald's store around the city every month. This woman came in and attacked another young female with a hammer. I was trying to finish school and pay my bills. I had to pay my tuition, and I had to work for a living. 这个员工提出的控诉内容包含有人客跳起伫柜台背枪击向因，有员工互人客用黄色提起风取得的告示棒拍，阁有人客向员工放尿，但是当事主管拢无作为。 互因是非常生气。这个员工认为麦当劳互因的员工伫暴力的环境内底，无尽到保护员工的责任。面对指控，麦当劳总部表示，已向注重员工的职场安全，嘛加强对加盟店的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2004年12月2日，南亚大海中造成非常严重的死伤哦。当初伫泰国，有一个囡仔变成是孤儿，伫孤儿院大汉哦。这个囡仔大汉了，嘛转去孤儿院来服务，来回馈社会。现年27岁泰国青年瓦塔纳是2004年南亚管教龄的受害者，失去父母的伊在番雅府制造儿童自身之家大汉。2年前，因为创办人罗加纳过身，转来接手营运，一直到即阵。伊每天照顾囡仔食饭，甲较大汉的囡仔来开讲。因为家己经历过失去亲人的惊吓，也有悲伤，也感念当年老师的照顾，所以伊用更加大的耐心甲同理心来回馈予这囡仔。 ผมก็มาอยู่ที่บ้านท่าน้ำใจตั้งแต่สึนามิ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ครูเอ๋ครับผู้ก่อตั้งมูลนิธินะครับก็ให้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สนับสนุนผมจนผมเรียนจบปริญญาตรี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ให้โอกาสผมเดินทางไปเรียน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และปัจจุบันผมก็กลับมาทำงานช่วยเหลือคนรจนานะครับ 这座孤儿院在南亚管教龄发生了后，真紧成立。原本是临时的收容所，照顾70个囡仔。拄开始只是简单的布棚搭起来，内底也无啥物件。后来变做永久设施，规模慢慢成长。尾啊，渐渐得到慈善团体甲政府的信任。2012年起，升格正式的孤儿院，也开始来照顾青少年。已经陆续为几啊百个囡仔提供人生的庇护。ให้จากเต็นท์สู่ตึกค่ะจากเต็นท์เลยค่ะ จากเต็นท์ที่ทำจากตอนนั้นที่ครูกบมาเนี่ยเอาโลงศพไปเอาโลงศพจากวัดเลยมาสร้างพื้นแล้วก็เอาเต็นท์มาจากที่กรุงเทพเพราะครูกบเองถูกส่งมาจากกรุงเทพ 这阵孤儿院内底收容92个囡仔，由海内外无关来维持营运，有几个老师来替囡仔上课。下课时间是予囡仔充分来运动，学种菜、种香菇、饲鱼仔，认真甲自然的互动。瓦塔纳注意到这心灵受过伤的囡仔已经开始慢慢会甲人接触，愿意开嘴表达家己，也较唔惊爱面对的挑战，互伊是感觉相当的安慰。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美国地区的外交关系协会发布2020年全球区域冲突预防的报告哦，其中因甲台海危机哦，来做是第2级的温忧。美国地区外交关系协会发布2020全球区域冲突预防报告，列出30种美国潜在冲突的影响甲可能性，其中台海危机防列做第2级温忧。内容指出，中国正在强化影响2020台湾大选的政治经济局势。 台海若发生冲突会有重大影响，但是几率较少。台湾安全研究中心的主任刘福国认为，敢要引发冲突，要看双方政府的政策。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政府采取的政策不同，它会衍生出来一些危机的这种高张力，或者说比较低，这个完全要看我们的政策的发展。报告中嘛讲到南海冲突争议，因为牵涉到中国、甲东南亚各国，还有台湾，同款影响重大，发生的几率中等。它应该会持续在不同的这个段落或者说季节呢，它会还是像过去一样派了这个军舰或航空母舰的这个战斗群进到南海去。刘福国认为，南海冲突应该被失控引爆，因为美中是世界2大国。 需要负国际间的重大责任。进前中国第2者，嘛是头一者家己做的航空母舰“山东舰”正式服役。自由亚洲电台因美国地壳学者费雪里，预估美国航母未来上尾可能会发展到15架，甚至更加多。对这件代志，军事专家认为数字偏悬。15艘这个数量听起来对大陆的解放军海军来说，感觉实在是太多了一点了。目前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2艘滑跳甲板的航空母舰。那我个人认为，未来他们可能会再建造2艘左右有配备弹射器的航空母舰。报道嘛有讲到，一旦中国成功统一台湾，会把台湾变做巨大的军事基地。施孝伟认为，以台湾的地理位置，确实是真理想。
但是甲规个岛军事化的可能性无悬。记者综合报道。法务部的政务处长蔡必忠，因为伫家己的面册公开设定民进党花莲立委候选人萧美琴，防止伊行政无中立哦。也毋过蔡必忠是表示讲，伊家己是政务官，毋是公务人员，也毋过嘛是引起争议。就是这张相片，法务部政务处长蔡必忠伫家己的人面册公开支持民进党立委萧美琴，互外界质疑行政无公平。毋若伫咧网络面顶看法无共，这件代志嘛继续伫传。啊，毋过蔡必忠家己本人无认为讲有啥物无妥当。依照正式任命的这些人员，他是可以去助选，可以站台，所以我不晓得说这样还有什么问题。各位，我即便而且我是在我私人的脸书。啊，毋过蔡必忠伊是法务部的人，司法人员应该搁较中立，所以法务部长嘛伫咧18暗时甲伊约谈。蔡必忠了后，就甲面册文章摕掉。纯属他个人的行为，我也请他要谨言慎行，要维护法务部一个中立性要维持法务部的一个公正、公平的形象。啊，毋过这个代志还袂煞，互其他花莲立委候选人感觉真不满，批评民进党动用国家机器。不断的玩法弄法的民进党，用所谓的司法来对付这些在野的候选人。就算他原来是心里头是支持萧委员的，但是呢，他也不应该在他有这样子一个身份以后，继续在公开场合表达这样的意见。我知道他对我深感不舍哦，但是至于脸书的发文这样子的适法性或妥当性，这个我都尊重法务部的一个决定哦。蔡必忠原本有心想要小天煞引起争议，敢是去影响到地方选情，嘛伫花莲引起真大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 CAS 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会最近调查是发现，讲有的业者申请国产鸡肉的 CAS 认证的标章哦，也毋过伫包装场所看到进口的鸡肉，恐惊是南的做伙出货。若是去超市买包装食品，真侪人拢会经有 CAS 认证的标章商品。啊，毋过 CAS 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最近进行联合稽查，结果一届就结束3间公司的标章，包括婚林馆一间合作农场，因为一年来拢无生产原本认证的产品；另外一间北方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工厂的管理无好，要求3届拢无改善。啊，若是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认证的国产鸡肉，所在包装场所出现进口肉。我们在生产的现场就有发现它是有进口的肉品在那边，旁边有包装好的 CS 产品，它这个在这个场所它有混充的这个余地。农委会介入调查，发现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所供的鸡肉是业务用的，民众袂伫市面上买到，目前认证单位伫追查，互通路回收。CAS 协会表示，过去联合稽查的时阵，真少拄到一届结束3间标章的状况，这届稽查到国产鸡肉，若像内底有含进口鸡肉，算是产品有疑虑，会限制业者伫咧1年以内袂当过来申请 CAS 认证的部分。半个月之内回收的事情就会回报回来，那我们就会去现场查核，再去工厂去做一次查核，跟包装袋的这些封存的确认。针对去用稽查到包装场所有进口鸡肉，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今日表示，因为业务主管请假，所以无去用通知，唔知影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婚林最近因为收土豆问题引起真侪争议，蔡英文总统之前宣布讲，政府会收到12月底哦，所以土豆的计划才无搁继续了。也毋过昨透早起有200多位农民甲议员来台办农委会订正，因讲因到达搁还未摕到半仙钱。赶紧收到，赶紧收到，赶紧报钱，赶紧报钱。总共4台游览车买200个种土豆的农民，伫咧真侪婚林无党籍甲台联管机关的带领之下，就北去农委会来订正。有农民讲，政府指定委托单位来收购，啊，毋过到单为止也是无消无息。无到即阵都无消息啊，无消息甲阮迄个。无人收购，无所在藏土豆，烦恼讲会了钱。啊，佫有农民是土豆去用收购了后，效果还袂落来。收去也无提钱，无收，即马伫仓库。你像我隔壁这个大哥，伊即马100几地，还佫徛伫仓库内底。讲年关到了，钱唔落啊，到底是要创啊当时啦？啊，你欠钱，农民拢欠钱啦。啊，土豆到去为半个月也无看到钱啊。农民肯定政府想要照顾农民的心，啊，毋过说这期收购的能力甲认定，大声化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出来面对。
阮规个好咯，拍跑不会出来，规个都出来，当这。要求农委会重新统计，还有偌济土地还未起用收购，敢是会当照收购公牛3天以内底拨钱。农粮署组长出面接တင်证书，တင်证结束了后，农粮署署长吴忠义强调讲，到18暗时为止，已经收购3700多栋，会用上紧的速度来收购。这8家合作社跟农会啊，它的人力上没有办法来应应，所以我们在昨天又紧急开会，又有2家要愿意进来协助。吴敦义讲，干那需要甲在地公所甲农会登记，年尾进前一定完成收购。啊，若是钱的部分，因为委托单位的做法无同，干那会当监督地方赶紧来做，而且这寡是地方事务，本来应该是县议员监督县政府来落实，啊，毋过说带农民来တင်證，互人感觉无介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位伫屏东垦丁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哦，最近是出现一种新的生物，历史上嘛毋捌记录过的物种哦，咱做伙来看卖。记录玻璃看到这只伫咧收的水母，身躯顶的色有红色甲柑仔色，伊的外形真水，色水阁遮尔多，才叫做乌海刺水母。它的颜色明明是橘红色的啊，为什么要叫黑海刺水母？这源自于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Black Sea Myrtle， 因此直接翻过来就是黑海刺水母。解说员详细讲解为什么安尼号名，也个乌海刺水母伊的手甲喙有红色甲白色的特征。乌海刺水母生活伫咧比人类活动的海域更较深的海底，真罕见。海参馆开真侪时间才复育成功。黑海刺水母为近新颖的物种，一般水域中十分常见，培育成功，大大提升了馆内对于水母的培育相关经验。海参馆讲，乌海刺水母1977年才被列做新物种，伫咧人类活动的海域内面是拢看无，这个人参考资料一直调整水质，营造出伊适合的生长环境，互民众看到这种生活伫咧深海内面的水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中兴大厦附近有一座旧的4颗位啊，原本拢是乌乌暗暗。最近市政府是邀请10位艺术家做伙来改造，互伊变甲真无共款。那么做伙来看卖。经过1年的努力，中兴大厦立恒岛的顶桥啊新工地对阴暗的所在变做3D 夜光彩绘廊道。无切的灯光照亮了人行步道，特别还会投射到我们的树木层。伫灯光照射的3D 彩绘胶啊，敢若像要画起来，亲像真的共款。两边的动物彩绘也充满美丽色彩。过去无人敢画过的所在，即阵有了新的风貌，日时看起来也无同的感觉。现代学生认为，变清气、变较水，也变较更加互人想要来咯。过去的奇怪是比较暗啊，然后晚上经过的话是会比较毛毛的这样子的。然后会快速的通过。改变的话，我觉得对城市的规划跟美观，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啦。这个所在原本的照明设备拢歹去，天桥栏杆也后去。台中市建设局开了2000万，重新来整理环境，也邀请10位艺术家，用了将近1年来改造，打造3D 夜光彩绘，施工森林。若是成效良好，也会陆续在台中市其他较暗的所在，也是公园的所在来进行改造计划。森林时间里面这个猫头鹰就是一个代表，所以最后呢，大家觉得说，在这个地方是蛮适合。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旧工地这样的一个意象，透过一些改造，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新亮点。3D 彩绘部分是用了500多枚，用铅笔笔扫描、3D 透视画图、温型夜光彩绘甲视觉错视画图这4大技法，打造你也无同的美感。地图上内底也藏有真侪台湾特有种的成分，等台民众有机会亲身去发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玻璃町的图书馆哦，推动生活博物馆的计划，最近是推出编辑的课程哦，材料是用玻璃纸厂做的纸的纤维，真特别，做出来的物件嘛，甲一般布料做的无啥相同。老师哪解说基本的编辑技巧，哪示范互学员看。这个课程是以白布做传统技艺编辑为主题，上界特别的是用的材料，毋是膜啊、竹啊，也是线，是在地玻璃纸厂业者创新研发的纸纤维，而且这种材质的韧性和耐水度拢真好，还蛮好编的，它的柔韧度还蛮好的。纸缎带它的感觉比那个束带来的柔软，然后触感来的滑顺，就是不会有它的危险性，但是又比纸张的纸质还要坚韧一点。它是从木纤维由来的一个编织材料，它的这个产季跟
跟它的这个长度就比较没有受限啊。手工编织是北部组真重要的传统文化技艺。南投埔里镇立图书馆为了推动生活博物馆计划，特别办北部组编辑研习课程，佮结合创新的纸纤维，吸引民众同齐来学。这个编织出来的物件，其实迄就会当第一嘛防水啦，嘛环保啦。传统造纸结合科技，变甲真实用佮实行，甲运用伫生活当中，互文化佮较有生命力。埔里镇公所嘛计划要争取创新计划，帮助传统造纸的业者找到转型的机会。希望未来埔里的纸会当变成地方上有特色的文创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那边的林河川哦，船长就志刚哦，甲一寡无人卖砖啊，重新来画设塔台哦，嘛变成是真有特色的装置艺术，互地方嘛变甲真活泼。船长甲志刚当咧为遮的废砖啊就绪，屏东南边林河川的船长罗丽美。打算伫即个科辅寮公园打造一条新的健康步道。步道两边的造景，就是用捡来废砖啊废物利用，变做结合众人创意的装置艺术。我们是收集人家不要的那个空心砖，然后把它彩绘比较漂亮啊。我是预备要做成一个健康步道，用那个鹅卵石，然后用那个空心砖把它隔离起来。一早起都真侪志工要来参加彩绘施工，讲若是会当斗阵，甲社区装好水水，收到就感觉真欢喜，真有成就感。希望返过健康步道会当吸引更较侪人来到那边佚佗。觉得心情会很快乐，因为会吸引很多人来这边走，然后下午的时候就会很多人来这边散步，那就会觉得说我们做志工就很有意义。仁和川的船长罗丽美强调，完工了后健康步道会配合边仔的莲雾花灯、五两石两边的装置艺术，也欢迎民众翕相打卡。望游客若是来到科辅寮公园，若会当观光行搭，也看到和以前完全无同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央银行将举行第4季的理监事会议，会后宣布利率连续14季无被调整，嘛预测2020年的经济成长率是2.57%，比9月份的时阵的预测更加0.23%。暗头5点，中央银行召开记者会，宣布利率连14摆维持不变，并大限率预期1.375%。因为转单效应加厂商扩大产能，近一个月出口恢复成长，民间投资增加，预期台湾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2.6%，明年是2.57%。就明年的这个贸易量的成长会增加的。是从1点几增加到3点几的样子。美中贸易的这个冲突缓和可能也会对这个贸易呢有所帮助。中央银行综合国内机构对明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包括中央银行2.57%，中经院2.44%，中研院2.58%，台总院2.23%，主计总署2.72%，对明年经济成长率平均有高达2.54%。台商回台投资。那资金有可能啦就是说商办包括商办土地的交易这些就是都是蛮热络的。不过呢，还是有一些的保守的心态的。中央银行也提醒，要让企业在台湾永续投资，确保稳定供电是第一要务。尤其未来智慧制造投资继续增加，电力需求会更加大。另外，即阵台湾高阶半导体甲 AI 人才不足，长期欠缺基础科学博士，这类人才培育养成也是当务之急。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才会来制定罢工的预告期。劳动部的前部长潘世伟伫一场论坛是讲伊认为无需要，因为劳资双方伫团体协约就会使来先谈判，先讲好就好。长营国法院今日6个罢工了后，是毋是要制定罢工预告期？外界一直伫咧讨论。劳动部前部长潘世伟则到伫第1届集体劳资关系论坛提出伊的看法。不同的企业、不同产业，你要不要思考团体协约去定？因为劳方也不希望公司当争议完成之后，最后公司都关掉了嘛。潘世伟认为无需要制定罢工预告期，因为劳资双方伫咧团体协调就让议定。潘世伟也认为劳资协商对媒体应该小责一个，若无谈判将容易失败。媒体一天到晚追着他们嘛，所以你要不要一个共同的时间，每天比如说傍晚，比如说7点钟
然后一个记者会，然后劳资双方都有出来，然后去讲今天进的过程。我认为资遣员工处理过劳资纠纷的渣打银行，是讲因公司安怎自劳资紧张走向和谐。2007到今已经签过4遍的团体协约。如果我们决定两个要结婚，永久开心心走下去，那现在要有一个订婚仪式，难道大饼要吃多少都不用讲吗？渣打银行讲，法律规定劳资会议3个月要开一遍，因是2礼拜就开一遍，要积极收集劳工的意见，同时检讨来自客户的心声，降低劳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国西南部一座古堡，因为火烧掉哦，有一个物资平台就发起救古堡的行动，有115个国家25000多人愿意出钱来斗相共维修，这出钱的民众哦，嘛伫古堡来举行 party 来庆祝。在法国卢瓦尔的莫特香德涅城堡，伊的产权所有人伫世界115个国家，总数有25000人。为荷兰来的这对退休翁仔堡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月初7特别落难，参加城堡的所有权人的耶诞派对。Exciting, yes. Excitement. Yes, I'm happy for him. Very excited. Yes. to be a part of the castle. Yes, a co-owner, you can say. Yes. And yes, it's very special. Because in Holland we don'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uy something from a castle because it's all by the government or by private investors. 13世纪起的原本是堡靠家族莫特香德涅城堡，中5世纪被2摆叫英国人提起。1932年发生火灾，加上无人维护，便拍远去，面对强拆除的命运。好利卡在专门挽救甲保存遗迹的达泰安博主平台，发起一人59元救古堡的行动。顺利在国际引发热烈回响，募到160万欧元的资金。It's really good to have an investment and that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and to be able to go along and see how progress is being made in bringing it back to life. 原本有产权所有人会当行使城堡使用权，嘛伫明年开始甲民众分享，计划1年开放2万人参观，会当替古堡带来20万欧元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观测太阳风，帕克号太阳探测器经过年外飞行，伫今年的9月头一遍飞到离太阳700万公里以内的距离。科学家发现讲，太阳风会来产生正大的加速，甚至会造成伊离开原来的主场方向。日头风是由日头透过高热电能量，甲周围大气层，就是日本当中的大电粒子，向四周围发射出现象。大部分的人生活伫地球，啊，毋过对于太空中运行的太空船甲人造卫星是越来越瓦靠。啊，若日头发射出来高速带电粒子，若是威力超过一定的程度，对这太空设施可能会造成伤害。On the Earth, we're protected by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and the atmosphere of the Earth. But once you're out in space, away from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those can be a danger to not only astronauts, but also spacecraft. Parker Solar Probe is trying to get the basic science that will allow us in the future to be able to predict those solar storms, the way the meteorologist predicts weather here on Earth. 帕克号以长度圆的立新轨道射日头，今年9月份头一摆挖掘到加挖日头430万英里，差不多是690万公里的所在。科学家以观测大水墙来形容。咱伫地球当然卖当观测，或者是测量一般的日头风，甲有伤害性的日头风暴。啊，毋过迄就是咧水墙的下骹，比当观测由顶头流落来水。啊，若帕克号挖掘日头，就是爬到水墙顶边，直接去看河水水量甲速度的变化。当然，目前帕克号甲日头近距离接触过1摆，资料也是真有限。啊，毋过伫一期的任务时间，也就是2025年之前，帕克号佮正面拄到日头24摆，其中上近的1摆都是伫明年1月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会变甲各式各凉冷哦。明仔载日时雨就会豆豆停，卖回温，天气变化是真大，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这回来看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
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